大家好，歡迎收睇小兩輪馬周三夜賽，貴為7屆香港冠軍騎師，當晚騎師王大熱嘅潘頓，跑5匹10倍以下嘅馬，僅得1Q真係唔太啱數。講真，全晚9場賽事，小兩買隻屁都中唔到，啲馬真係越嚟越難玩。講返潘頓，又確實唔抵爭，尾場叫咗楊明倫嗰隻中國心理騎，諗住打俾得上有半點希望，點知埋門啊俾楊生隻快路反湯。當然賽後就超級多人打落水狗，楊生贏完，仲要振臂歡呼，呢口污氣真係來得痛快，而又按捺不住。呢一下唔揦着潘頓，小兩一定唔信。不過就物極必反，呢個周日潘頓係唯一full book嘅騎師，俾人揦着之後，會唔會喺周日發火呢？睇佢手馬都有半數為真勝分子，究竟今期係揦着發火啊，定係揦着死火？節目開始之前，希望大家就可以俾個 like 小兩，未訂閱小兩呢個賽馬頻道嘅馬友，請高抬貴手，按一按右下角嘅訂閱掣。隔籬有個啷啷，記得撳埋個啷啷，咁就唔會錯過我下一條嘅短片噶啦。你哋嘅支持係對小兩最大嘅動力同埋正能量。嚟緊嘅星期一3月15號，沙田馬場將會上演3泥8草嘅日賽，頭場開12點半鐘，草地會用4+3跑道。今期賽事主要就由3、4、5班馬嚟到擔當大旗，究竟係和雀聯飛，定係奧係天下，又或者大倉揸旗，咁就要即刻同大家傾傾呢。排位版嘅小兩輪馬，邊匹馬可以喺周日就揦着潘頓？尾場第11場300嘅14米嘅草地賽事，12匹唔馬列陣，呢場嘅 Fat Chat 備忘，近15場3班1400，大熱就5冠5馬3季兩電，近14場3班同程。均有 K 步馬就入 Q178屬 K 步，2號馬千帆區，潘頓加呢個蘇偉賢嘅組合，呢匹4歲嘅澳洲 PP， 外地8戰取得3 Win 2 Q 2 T 1個第7，外地上名都高達87.5個巴仙。蘇偉賢練馬師嘅團體馬，今季10月就來港，操咗唔夠3個月，竟然喺26年嘅元旦日在港嘅初次上陣，頭2仗由呢個艾少禮執韁，初出居中，後上跑過第2，再而真情200跑同程，跑同程排過14檔，梗係要同大家睇睇咧。呢匹馬嗰場點跑先？排過14檔出閘，最外檔子3子母嗰匹5號仔出閘順利嘅喎，之後艾少禮就梗係定住。睇下有冇位啊攝，但攝極都攝唔到，唯有捉住喺個尾度先，跑過200，喺個2、3碟之間嘅尾3位置，頭段開個13秒49，同標準時間又相約，跑過400，艾少禮都有比起幾步，但走嚟亦都有多少搶口，第2段開個21秒61，比標準時間快咗2線左右，理應就好走，但入彎前喺個尾3、4位置捉到彈下，走勢略為幼亂，扣實之下就掟出個6、7碟中外檔嘅轉入直路，去哥倫布攞出去，再後邊先有個馬匹有超寫意啦，咁啊走入去入邊呢就閃光燈啊，咁啊再後啲先有巴閉仔嗰啲馬，最後300零米啦，百威多贏走順咗啊，支離咗1個馬位噶啦，中間位置阿基拉就越逼越近啦，埋邊飛輪步，喘內欄上有閃光燈，中間至尊高超出邊會當凌啊，最後100零米阿基拉鬥緊百威多贏嘅時候，閃光燈內欄喘咗上嚟，出邊至尊高超最出係會當凌，接近終點講個去勢，會當凌向外邊冚上嚟，咁啊直路初喺個中外檔包尾位置嘅狂質，去到拉士38都仲係夾喺兩區之間展開衝刺，拉士85啊先叫做鬆綁，勉強望空之下開第一下邊打多邊之後，拉士100轉右手打咗3下翻嚟，後追就跑過第6，輸個半馬位啊俾隻會當凌而回。
贏佢嘅會當零，之後仲要整多2 win， 上到2班都贏。下晝日跑打比也，可想而知，千帆區呢個第6都並非小嘢。當日艾兆禮嘅發揮未算就唔合格，但可以更好。下場嘅真情，潘頓就梗係唔理咁多，搶咗離騎，人馬初次合作，排個8檔出閘去到頭6、8，潘頓一路都望空，仲要捉唔到咁滯。去到入彎前，雖然喺個2碟嘅3、4位，仲要就有馬遮擋，但仲有些少搶住嘅姜上，潘頓唯有呢閃出個3碟3位，望空嘅轉入直路，係星環啊！後邊嘅嘛幸運堂啦，繼往開來啦，暫時墊後仍然係紫荊盛世嚟㗎。好啦，轉彎入直路咁滯啦，前面靈燈呢，仲有個零馬威優勢入嚟嘅，中間有開心馬寶啊，千帆區亦都喺中檔上啊，響入邊等位有一生好彩啦，出邊冚嘅馬呢，見到有呢隻安刀啊，外邊呢，橙衫仲有隻超輕鬆啊，大外檔紫荊盛世追緊上嚟喎，最後200米到啦，前面透出嘅馬呢，都仲係靈燈嚟㗎，外邊冚上嚟好勁啊！最出係紫荊盛世，中間仲有呢隻安刀接近終點，外邊冚上嚟，紫荊盛世贏出呢場賽事啊！跑第2名靈燈，直路初潘頓都係齋推，拉屎300分姜修正嘅再衝，可惜打落衝刺欠奉，之後只能保持同速，拉屎85眼見大勢已去，收邊天線齋推衝過終點，頭2段又慢步速。仲要輸俾隻經典杯得主嘅紫荊盛世，相信潘頓都無話可說。蘇偉賢嘅團體馬，同父嘅笑嘻嘻，又係擺喺蘇偉賢度，同一貨源，笑嘻嘻係千4兩勝，加由潘頓執韁。潘頓叫馬過後，今場繼續人馬再嚟，似係要搏贏為止。事前事後上去1600唔掂，縮翻落1400跑外地贏馬嘅途程。3班賽有及住個85萬獎金，所有嘅目標都一致咁滯。外地贏馬又係右轉，沿途3碟逐步加速，入彎前2碟望空嘅2位入直路，直路透出直領而返。潘頓有睇邊的話，又吸收埋上場嘅經驗，下定決心的話，要贏真係唔難。如無意外，都可以替此區打開再講勝門。尾場嘅單邊搞掂，少量就分享，拉着潘頓嘅2號馬千帆區，又睇下大家啱唔啱心水啦。多謝咁多位，拜拜。